大家好，我是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家医科主任杨进洲医师。今天为各位分享一句台语：目睭看过脚打火，眼睛看着高品，脚踩在火上。这是形容人只顾当前的好处而忘了更大的危险。目睭看过脚打火是用以告诫人不可以短视近利。这跟课文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道理是类似的。当我们碰上忧患的时候，内心感到困难，思虑受到阻塞，这时候更应该要奋发振作，不必在意小人的脸色或者冷嘲热讽，应该要接纳君子的劝责，才能够明白通晓正道，增益其所不能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。